大家好，歡迎收睇《歸途有徑》海外亂港分子自首法律嘅訪談系列嘅節目。而最後一集嘅主題咧就係案例考啊，我係節目主持香港高 Sir 高崇傑啊。大家好，我係大衛 Sir。今日我哋歸途有徑嘅系列最後一集啦。我哋咧將會通過具體嘅案例，深入咁樣去探討香港國安法之下寬大處理嘅實踐標準，幫助大家去了解下返香港自首嘅現實可能性。大衛 Sir 冇錯啊。透過呢啲真實嘅案例，我哋希望咧能夠強化大家對法律嘅公平性同埋咧公信力嘅一個信心，同時亦都讓到咧一啲同時亦都能夠讓到一啲咧在逃人員能夠明白喺自首同埋悔過係能夠給予自己咧帶嚟一個咧重新開始嘅機會。咁而我哋今日啦就再一次邀請到兩位重量級嘅嘉賓，去有法官杜浩成同埋大律師龔正義，咁為我哋咧去解讀同埋相關嘅一啲案例啦。咁歡迎兩位主持人，大家好。杜大狀啊，你能否咧去為我哋咧介紹一下咧喺國安法實施以嚟啦，因為認罪悔改或者喺服刑期間行為良好而獲得咧從輕處罰或者係一個咧提早釋放嘅典型案例咧？好嘅，咁我哋可以睇睇幾個案例啦，睇到喺處理國安法嘅案件嘅時候咧，個司法機構咧佢本身嗰個取向啦，點樣可以體現得到寬嚴相濟呢個大原則嘅？大家會記得啦，第一件案件唐英傑嘅案件啦，咁佢係香港有史以嚟第一宗根據國安法去提出起訴嘅案件嚟嘅。佢當時被控咧兩項控罪嘅，就係煽動分裂國家罪同埋恐怖活動罪嘅。犯案嘅時候咧就係24歲啦，都作為較為年輕嘅。咁呢件案件佢係表達悔意啦，係聆訊嘅時候選擇認罪啦，同埋都配合個調查嘅。咁對於佢嚟講咧，法庭最終係判咗佢9年嘅監禁。嗱，大家要明白咧，9年嘅監禁係咩概念咧？咁其實咧好多販毒嘅案件啦，即使呢個份量唔係真係咁多啦，都往往超過10年或者以上啊，有20年啊以上嘅監禁嘅刑期。咁啊，譬如話管有一支槍械啊咁樣，其實咧都可能係講緊10年、12年嘅量刑起點嘅。啱講起嘅販毒啊，或者係有槍械嘅案件啦，其實對社會嚟講，當然間傷害性好大啦。但係其實喺我哋嘅制度入邊咧，冇乜嘢案件啊，對整個香港嘅傷害性咧係能夠係大得過干犯香港國安法裏邊嘅罪行嘅。因為不單止係話對於香港嘅社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咁佢好可能又會令到其他人喺無知啊或者唔完整資料嘅情況底下咧就仿效啦。咁但係亦都會對於整個國家嚟講構成一啲壓力嘅，即係外交嘅壓力啊，人哋可以用呢啲作為理由啊咁去批評你嘅體制啊等等啦嚇。9年嚟講咧，就主要就係因為唐英傑啦，佢認罪啦，亦都係協助翻嗰個調查啦，咁所以咧就先至係判9年嘅啫咁樣。另外一件案件咧，可以大家諗一諗嘅咧，就係趙家賢嘅案件啦。咁趙家賢咧，佢當時咧就係被控非法集會同埋危害國家安全罪啦。佢最初量刑起點咧就係15年嘅監禁嘅。咁但係因為咧佢係認罪啦，亦都有協助控方嘅其他嘅檢控啦。咁所以咧首先嗰度咧就獲一半嘅扣減嘅，即係減咗半7年半嘅判刑。咁再加上咧佢有其他嘅一啲個人嘅構成因素咧，就再減多咗半年。咁所以實際上佢係要7年嘅監禁。如果干犯咗國安法嘅案件而言咧，去到懲教嗰個層面咧，懲教處處長確實係有一個酌情權咧，可以俾佢提早釋放嘅。咁但係呢個酌情權嘅考慮係咩咧？就係懲教處處長必須要確信，如果俾佢提早獲釋嘅話咧，唔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先得。即係話佢嗰個表現，佢喺嗰個在囚嘅表現咧，係要令到懲教處處長係相信佢都唔會再做一啲嘢嚟傷害翻國家利益或者香港利益。咁所以個門檻比較高。咁但係最終咧，佢又確實就真係就獲懲教處嘅處長咧係信納佢呢一點嘅，最終係4年8個月嘅監禁咧就獲釋嘅。第三樣案件可以諗一諗嘅啦，就係大家可以參考嘅咧，就係南非嘅案件啦。咁佢嘅情況就係涉嫌為海外港獨組織，即係香港議會啦，拍攝選舉嘅宣傳片，同埋透過一個社交嘅平台咧，呼籲其他人去投票嘅，被控以一項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嘅作為罪嘅。嗱，呢個咧都幾嚴重下嘅個控罪。咁但係咧佢喺調查期間咧，就佢主動交代咗自己行為啦，之外咧亦都協助去向警方提供咗好多相關嘅信息啊。咁呢啲信息嘅警方原本係冇嘅。咁對於案件嘅呢件案件咧，就起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啦，即係破到其他案嘅作用咁樣。基於佢嘅悔意啊等等啦，最終咧國安法嘅指定嘅裁判官啦，就判咗佢入獄1年嘅。入獄1年係咩概念咧？咁對於嗰個即係犯案人士嚟講咧，某程度上嚟講都係屬於嚴重嘅，因為佢當時係犯案時候19歲，佢未到21歲。一般咧就法例嗰個定明啦，就要21歲或以下咧就
就法庭必須要係確信冇其他方法處理先可以判監嘅。咁由於個案件係相當嚴重啦，所以判監就變咗係一個唯一嘅選項啦。咁所以就判監，但係咧佢就將個刑期咧即係減到1年嘅啫。咁即係咧顯示得到啦，就係剛才我哋提過嘅寬嚴相濟嘅一種體驗嚟嘅。嗱，咁呢啲案例咧都充分證明咗咧，香港司法並不是咧一味係嚴懲咧，而係根據犯罪情節同埋被告人嘅表現啦，就給予咗從輕處理啦、從輕發落啦。咁其實每宗案件有自己獨特嘅情況咧，不能夠一概而論嘅。咁睇翻所有控罪當中，一定要判終身監禁嘅係乜嘢咧？謀殺變咗係，就算係個案件係咁嚴重嘅，都唔係話一定要判處一個終身監禁啊，或者即係無期徒刑啊咁。只要當事人咧表現出嚟有真誠嘅悔改嘅態度，法律係會俾予佢哋寬大嘅處理機會嘅。所謂真誠嘅悔改態度啦，最基本係承認控罪啦，咁協助執法部門啊，咁可以話破到案啊，令到其他嘅被告啊可以被繩之於法啊，依法承擔翻佢哋嗰個罪責啦。呢個係一個好嘅大罪立功機會咧。我想請教下龔大狀啦，頭先杜大狀裡面所提到嘅案例咧，亦都有講到寬大處理。咁啊，寬大處理究竟具體咧係體現喺邊啲方面咧？咁法院喺判刑嘅時候會考慮邊一啲具體嘅因素咧？可唔可以補充下咧？好啦，寬大處理嘅實踐咧，主要咧都可以喺多方面體現出嚟嘅。首先認罪嘅態度啦，如果被告咧喺個控罪當中啦，咁佢選擇坦白認罪啦，或者表達真誠悔過嘅態度咧，法庭就會量刑嗰陣咧就考慮減刑嘅。咁高等法院咧就有好清晰嘅判刑指引，喺邊個階段咧認罪啦，可以得到幾多嘅減刑折扣啦。第一次問你認唔認罪，即時表達我認罪，係一個可以攞到最多嘅1/3減刑折扣。咁案件排咗期審訊，而且審訊開始當日啦，但係未曾開始審訊之前認罪，咁啊變咗個減刑折扣得翻1/5，即係20%。如果案件係已經排咗期審訊，但係喺排期之後至到正式審訊開始之前咧，被告基於佢自己嘅考慮啦，某啲原因咧，佢決定認罪，亦都將認罪嘅決定咧通知到法庭同控方啦。咁站在法庭嘅角度咧，咁即係嗰啲日子可以騰空出嚟啦，法庭可以審理其他案件啦。站在控方嘅角度咧，就係控方證人唔需要再花佢哋嘅時間啦，就出庭啊俾口供啦，都係大大地減散咗司法資源啦。咁個減刑可以去到邊呢？1/4至1/5。咁法庭就會有個酌情權嗰度嘅，都會考慮翻實際個案嗰個情況咧。咁案件開審咗之後，可唔可以認罪咧？都可以。有冇減刑折扣咧？都可以有，不多於1/5。咁視乎嗰個別案件啦，發展到個情況而定啦。亦都好視乎啦。你喺呢個情況之下認罪，到底你有冇顯示出你嘅悔意咧？定係死到臨頭最後決定認罪啦？法官都覺得呢個都唔係悔意嚟嘅。咁好睇個別法官喺個別案件當中嘅最後決定啦。咁第二喺配合調查嗰度個情況咧，如果被告積極啦協助執法機關啦調查案件啦，例如提供關鍵嘅證據或者信息啦，呢個就會被視為從輕處理嘅情節之一啦，因為都係減輕咗執法部門啦去查案嘅時間啦。咁另外改過自身方面啦，咁喺服刑期間啦，懲教署會對服刑者嘅表現咧進行個評估啦，包括是否參與改造計劃啦、心理輔導同埋技能啦、培訓等等啦。表現良好嘅服刑者咧，有機會根據監獄條例當中咧嘅規定咧去申請提早釋放嘅。如果係國安法以外嘅所有嘅控罪啦，咁一般情況之下咧行為良好咧，咁都係可以攞到個1/3啦假期嘅一個減刑啦。不過如果係國安法嗰個案件啦，咁就都係要睇翻懲教署署長咧，因應翻個別嗰個個案啦，再衡量翻是否適宜喺呢個個案俾呢一種假釋個減刑折扣你啦。咁另外就係犯罪嘅情節啦，法庭就會考慮犯罪嘅性質啦，同埋嚴重程度到底去到邊呢？如果被告喺潛逃期間咧未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啦，或者案件本身個性質係輕微咧，都可以成為減刑嗰個依據嘅。嗱，如果犯案嘅情節只係好唔嚴重啊、好輕微嘅，冇理由用一個過長時間嘅減刑折扣啦。咁另外啦，咁潛逃咗之後啦，如果日日都喺度攻擊特區政府啊、無理啊，又叫啲人啊就嚟選舉啦，唔好去投票啦，當然呢啲係加刑因素啦。但係咧，如果都係冇做過呢啲事嘅，咁法庭咧都有機會照啦，都係其實改過自新，都可以考慮一個輕判嘅。剛才阿龔大師講嗰啲咧，大致上都係喺我哋普通法入邊都會考慮個情節嘅。咁就住國家安全法方面咧，大家可以參考下佢第33條啦。咁裏邊咧就係法官必須要考慮嘅情節啦，就係譬如話對於主動自首人士啦，譬如話如實供述佢嘅罪行啦，積極改過自身嘅人士啦，咁喺呢一條條例裏邊咧都已經清楚講明係法官必須要考慮嘅。咁至於話要俾啲比重落去每一個因素嗰度咧，呢個就係法官嘅酌情權啦，同呢個普通法嘅酌情權咧係大致上係一致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透過幾個具體嘅案例啦，亦都讓大家咧能夠睇到我哋香港司法如何喺寬嚴相濟嘅原則底下，公平對待每一位咧犯罪者。對於懵查查唔知道自己係在逃人士，或者佢根本就覺得自己好似犯咗好重罪，甚至咧而家啲咧喺名單上高嘅通緝人士啦，我哋真係希望佢哋可以捉緊而家嘅時機，主動咁樣返香港自首。法律唔單止係懲罰嘅工具，更加係保障一啲悔過者，幫助迷途者去重新融入社會嘅最重要嘅保障。喺度真係呼籲大家早
早翻早着。香港法治秉持公正同埋包容，只要你願意回頭是岸，法律同埋社會都會俾你重新開始嘅機會。自首並且認罪悔罪，係爭取從輕處理嘅最佳選擇。與其喺他鄉喺人哋嘅地方俾外國嘅一個剝削今日同你講你有機會透過某啲計劃永遠留低，過幾日過一段時間佢哋有加重嘅門檻，好似你永遠睇唔到嘅將來，咁倒不如翻嚟香港承認翻你哋嗰個責任，承擔翻之後重新做人，同屋企人團聚，重過新生。有好多海外嘅朋友啦，咁有一個第一身嘅體驗就知道喺外國嘅社會、外國嘅制度、佢哋嘅處事方法，咁佢哋會比起喺香港嘅時候咧係清晰得多。我自己都係喺外地留學，咁喺我哋嗰度都生活咗一段時間咁翻到嚟咧就好容易作出一啲較為理性客觀一啲嘅比較。我哋如果話自己嘅執法水平或者司法水平係高嘅話咧，呢個冇意義嘅。係其實咧，但係大家都可以試下透過一啲網上嘅資訊啦，有權威性嘅資訊啦，自己去睇下到底香港嗰個執法水平同埋司法水平咧，喺外國人嘅眼中係點樣睇？咁我自己睇得到嘅一啲相關由可信嘅資訊嚟講咧，執法水平同埋司法水平咧都係較高嘅水平嘅。咁係咪自首呢一樣嘢咧，就係好個人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好視乎你自己個人嘅即係對於前景方面啦嘅睇法啦，同埋對你依家你喺國外生活啦嗰種體驗啦，咁然後咧就作出一個決定啦。呢個係即係影響你自己一生嘅決定啦。咁我哋作為即係法律界嘅從業員啦，我哋當然間係希望社會多一個改過自身嘅人咧，就多一分建設社會嘅力量嘅。咁希望大家都諗一諗，仲有會唔會有空間係即係承認咗自己嘅罪責啦，接受咗個懲罰之後咧，有空間譬如話盡努力咁樣去為香港嘅社會去貢獻，去修補翻之前對香港社會嘅傷害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值得去諗一諗。好啦，咁與其咧做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倒不如咧堂堂正正做翻一個中國人。香港始終都係我哋共同嘅家園，我哋期待或者係咧歡迎所有迷途者嘅歸來，一起咧攜手去建設更美好嘅未來。我係香港高 Sir 高重傑啦。我係大衛 Sir，感謝大家嘅收睇。喺離開之前呢，我都好歡迎大家一啲身在海外、心大心細嘅朋友，隨時去聯絡我哋。你哋可以透過 WhatsApp、email 去聯絡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感謝大家嘅支持，亦都多謝高 Sir 啦，同埋兩位嘉賓嘅分享。多謝大家，拜拜，多位，拜拜。